南投信义乡农会梅仔梦工厂伫社群网站发现伊夜市的广告，偷用信义农会相片甲商号来卖册卖。这个农会雷堆仔结果是来自中国，所以再一次呼吁消费者唔通来受骗。 从繁体字标签掠掉，就发现讲内底本来是简体字，确认讲这伊就信义乡农会梅仔梦工厂伫卖梅仔，是为中国来。我们请我们同仁直接下单，我们收到东西以后，我们按照他们的电话，我们回查，可是我们查不到对方的那个卖主。 信义乡农会人员伫网络买这款无名的产品，希望讲替消费者来了解伊的品质，以免讲台湾人开钱互人骗去。就是开箱，我有试咬一小口，那个是很脆，但是我觉得那个很像就是加脆粉脆，但是那个味道让我就是添加味道太重，所以咬到后面就觉得让我有点就是很恶心，所以我把它吐掉。因为网络诈骗真济，像这嘛找无主。 警方呼吁消费者伫网络买物件，目睭爱备护金。